生气。那鲁啊那鲁啊，有吉玛古里拉哇哇。好，当做练团哦。歌的意思很简单，就是那个在路上碰到那个，我们讲那个娃娃或者是沙发，通常都是女生，男生在讲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啊娃娃就是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孩子，啊沙发就是讲晚辈，但是如果是喜欢的女生的话，他也会这样称呼这样。然后他会那个男生啊，因为很喜欢那个女生，他就想要问那个女生的名字，这样，他就故意就是傻干妞这样就假装这样问他，结果那个女孩子不回答他，他就这样。就是阿美族虽然是母系社会，有时候还是会很含蓄的。然后当然没有问到名字不好，就没办法认识啊，就不会有下一步啊，所以那个男生又再一次想要但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去再问一下那个女生的名字，然后这个女生第二次的回答还是一样，所以这首歌的结局是无言的，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失恋的时候一个人的心情，他碰不到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的一个，但是最近就被阿美族的年轻人流传，然后听起来很欢乐，其实它是类似失恋无罪这样的歌曲的歌曲。来听听看，好简单哦，简单唱啊，歌都很短。那鲁啊，那鲁啊，哦哎呀，有吉玛古里拉娃娃，有扎卡牛汉那个，扎卡牛汉那那哎努玛古，萨那古拉娃娃。忘记了，姐姐怎么唱啊？我的姐姐，那个比如有吉玛古昂啊努米苏哈那古，有扎爱巴吉法那古里拉娃娃，马古多萨多卡米里在，萨那。古拉娃娃，那鲁啊，那鲁啊，哦嗨呀，有吉玛古里拉娃娃，有你在喊那古，萨卡牛喊那那努玛古。萨奈古拉娃娃，有吉玛古昂啊努米苏哈那古，有扎爱巴西法那古里拉娃娃，马乌苏卡布卡米里在，萨奈古拉娃娃。萨古拉娃娃，谢谢。